台湾话。张罗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笔班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准备张罗用力。下满月，阿嬷真欢喜，备办家酒来请亲情厝边。婴儿满月，奶奶很高兴，准备麻油鸡来招待亲戚邻居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